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是针对清境也有德鲁古摕来做比较，发现讲甲森林错掉了后，日时暗时温差真济，会造成生态系当中正重要的分解者埋葬糖。这款糖袂活，这是会造成土壤内底减少养分的循环，所以嘛代表讲，关山农业甲森林开发，唔那改变微气候，嘛影响生物的多样性。这只就是人叫自然界清道夫的埋葬糖，是真重要的分解者，会将死亡的小型脊椎动物甲做尸球带入去土内。饲幼糖嘛促进土壤养分循环。按国内研究团体发现，中高海拔的森林互人错掉了后，日夜温差变大，低数介16度低温的埋葬糖颠倒输互精神的竞争。白天的时候，它会有利于苍蝇的活动，但是晚上温度下降的时候，它又不利于埋葬虫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其实埋葬虫就会变成比较竞争劣势。新生方研究团队对比中非沿线清境甲太鲁阁地区的森林，发现森林无去温差大，影响物种的竞争，确定错掉森林影响到微气候，甲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因果关系。在高海拔的地方，森林砍伐以后会造成比较明显的日温差的增加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优先需要保护的。生物多样性听落嘛毋是真了解，不过学者是讲，埋葬糖若是减少甚至消失，对生态会有真深远的影响。它可以把一些尸体当中的元素、有机的养分都会带入到比较深层的土壤，让元素再次回到就是土壤的生态系当中。为了种关山蔬菜开垦民宿，中高海拔的森林互人错掉，地势气候甲生态连锁反应，细只昆虫的死亡也有可能引起养分无法度入去侵土内。中研院研究团队呼吁，对任何关山地区的开发，拢必须谨慎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